咁其實我哋宏基環球顧問有限公司咧成立咧係一個好純粹嘅理念嚟嘅。咁其實喺我自己由2008年從業到而家呢個18年嘅時間，都處理過有差唔多超過2000個個案。其實喺成個過程裏邊咧，我哋見到好多嘅申請人可能因為佢喺成個申請裏邊對一啲嘅政策唔清晰，或者冇人可以陪伴佢走到最後嘅時間咧，而走咗好多個彎路。咁所以其實我哋成立呢間公司嘅目的係非常之簡單，就係希望可以用到我哋2000個個案嘅經驗啦，亦都可以幫到佢去做到一啲嘅定制化、客製化嘅服務，同埋除此之外，仲可以提供到一個一站式嘅成個後續嘅安居家庭服務俾我哋所有嘅申請人。咁其實我哋自己見到喺咁多個個案裏邊咧，其實好多申請人去攞一個外地嘅身份啦，完全唔難嘅，只要你按照國家嘅政策，按照正常嘅流程去做，其實一定可以做到。咁但係我哋見到好多嘅申請人就係當可能佢攞咗個身份之後，咁佢未必喺度一步到位，可能有好多時佢係中間要牽涉好多一啲嘅，例如移民監嘅要求啦，一啲嘅投資需要嘅要求啦，或者工作需要嘅要求啦，甚至乎可能係講緊有時啲簽證每2年、每3年要去續簽嘅要求咧，其實更加多嘅申請人咧就喺度中個招，因為其實佢哋可能自己唔會為意呢一件事，佢哋冇一個嘅時間表話俾自己知，原來我嘅身份係去到幾時到咗期喎。咁我到咗期，如果我冇再申請嘅時間，呢個身份就會取消。咁所以其實其中一個我哋一個客製化服務就係話，我哋唔係淨係幫個申請人做前期嘅工作，我哋係幫個申請人由前期、中期去到最後，成個過程都係陪住佢一齊跑，亦都陪住佢一齊去做，確保佢嗰個身份由一開始攞到，直到最後可能真係佢要攞到當地嘅永居，或者甚至乎入到籍啦。呢個先至叫做一個身份嘅階段嘅完成。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公司比較特別嘅地方，因為本身我哋嘅公司除咗我自己喺呢個行業做咗18年啦，咁其實我哋所有嘅顧問團隊、律師團隊，佢哋都做咗起碼超過10年以上嘅經驗。咁所以佢哋對我哋無論喺個政策嘅熟悉度，甚至乎點樣陪同個申請人去陪跑呢，咁呢一個呢，我哋所有嘅顧問、所有嘅律師呢，都有一個非常充足嘅經驗。其實呢幾年呢，港府亦都推出咗好多政策啦，例如高才、優才、專才嚟香港讀書，甚至乎係投資移民啦。咁其實我哋都去留意到呢一班嘅申請人嚟到香港呢，都未必好適應到香港嘅生活。咁並唔係話香港嘅生活有幾大嘅落差，而係喺某程度上，例如一啲生活嘅圈子啦、教育啦、一啲生活嘅資訊啦，其實佢哋都會比較係貧乏嘅。即係例如好似有啲申請人，佢哋嚟到香港，佢唔知點樣去報稅，唔知道點樣去叩門，去令到佢小朋友可以入去讀書。咁其實嚟緊我哋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呢啲叫做個別嘅 tailor-made 嘅服務俾到我哋嘅申請人去選擇。例如話我有2個小朋友一個8歲，一個11歲，咁可能已經讀緊唔同階段，或者甚至乎唔同學校嘅喎。咁而佢哋嚟到香港，究竟去選擇咩學校呢？佢亦都可以去點樣可以入到去一啲心儀學校呢？咁佢所選擇嗰居住嘅地方適唔適合，或者有冇對佢嘅教育有幫助呢？或者甚至乎會唔會係可以方便到佢一家以後嘅可能出入啊、生活啊等等嘅嘢呢？咁其實呢啲嚟緊都係我哋去不斷去深化同強化喺呢一方面嘅服務，俾到我哋所有嚟到香港生活嘅一啲嘅申請人。咁喺未來嘅日子裏邊，我哋宏基環球會繼續秉承住我哋嘅公司理念，就係誠信為本、專業至上、用心服務，去服務我哋每一位嘅顧客嘅。